她是享誉世界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40多年来，她以满腔的热情抒发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悟。命运的眷顾，为她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门。世事的无常，却又将她抛向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低谷。多年之后，她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归来，开始了凤凰涅槃后新的艺术征程。意大利经典歌剧《梦游女》的成功首演，也成为了她送给自己60岁生日的美好祝福。让我们跟随美妙音符的引领，走进迪里拜尔的音乐人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家大剧院，这里即将上演由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贝里尼创作的经典歌剧《梦游女》，而其中的女主角阿米娜的扮演者，正是观众熟悉并喜爱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梦游女》此次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是由著名歌剧导演德弗洛领衔主创团队打造。剧组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而我们和迪里拜尔的这一次亲密接触，也即将在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厅展开。1831年，歌剧《梦游女》在意大利米兰迎来首演，获得成功。此后很快便凭借优美的旋律和耐人寻味的剧情，风靡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当人们听到剧中一段段优美动听、难度极高的咏叹调时，很难想象到，作曲家贝里尼创作整部歌剧的音乐，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这部凝结着作曲家灵感与心血的作品，深受当时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一段段挑战女高音歌唱家歌唱技巧的咏叹调和2重唱段落遍布全剧。拜尔老师好，你好。其实特别高兴，因为从一开始采访您在排练的时候，我就跟着您，一直到首演的那一天，我也到现场去观摩了你们的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您扮演的这个阿米娜，哇，简直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瑞士乡村的少女哈，那个呈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这个角色是您第1次扮演吧？这次国家大剧院这部戏让我又成长了。又让我就感觉我又在重新，就是还在成长当中，一个小孩又开始成长。因为这次的团队特别好，啊，我的导演看到我是第1次演，他特高兴，因为他就可以随便在这张纸上，他把他的想法都绘画出来。他又懂音乐，他把这个作品吃得透透的，每一个音符和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在台上不空虚，因为每一个音符每一段都是已经扎扎实实，全是内容，很有安全感。故事情节上，这部歌剧以梦游症为独到切入点，将一段曲折但终得圆满、跌宕却不乏温情的爱情故事搬上歌剧舞台。对于花腔女高音而言，《梦游女》中女主角阿米娜是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她不仅要求歌唱家拥有完美的歌唱技巧，更对歌声的音色、风格有着巨大的挑战。《梦游女》这部歌剧呢，它比较突出的就是除了贝里尼的音乐非常优美，然后同时呢，在各种看似很简单的音符当中，其实充满了变化，就是充满了和声的变化。对于应该说呢，对于演唱者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迪丽拜尔老师呢，大家都知道，她是我们国家享誉海外的一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声音非常的轻巧优美，大家都说像小百灵鸟一样，非常符合梦游女这个人物的特点。
为了极致展现美声歌剧旋律优美，注重声乐演唱技巧性的特点，此次国家大剧院邀请到尤为擅长指挥意大利歌剧的世界著名指挥家丹尼尔·欧伦，他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细腻刻画贝里尼歌剧音乐中绵长起伏的音乐线条，全景展现贝里尼歌剧的旋律之美。什么时候见我们的指挥大师的时候，我紧张。他们说他要求非常严格，那个是，哎呀，我这吓得要死要活。后来一看，他就跟个天使一样，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来帮助我。”所以就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音乐上的各种细节，这就是真正美声 bel canto 需要的东西。在他手里，他是专家，他是大师，所以他就给予把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处理的非常细致。所以我最后我这次就说，我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无外乎不就这些吗？音乐的最高境界可能也就是这些吧。我们干了一辈子，也不是天天能感受到这种最高境界，它都是那一刹那的那一瞬间，哦，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死而后已，就没有后悔的了，可以了。就说你干了一辈子，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Dilber was really fantastic from the first moment that I came to the theater, and she's Amina. I know that's the first time she does it, but is really, I have a big admiration for her because she came so well prepared for Sonnambula. You need a pure voice. You should have a very nice voice, the quality of the voice. As she has a voice like an angel, Mrs. Dilber. Not only the voice. I imagine that Mrs. Dilber did a great work because to arrive today to sing in such a way like she sings, she did a great work, and I'm sure she's doing always the great work, because it's not enough to do work for 3 years. You have all your life do the work, all your life, and all the great singers, they did it for life. So I think she is perfect for this role. Really, she is perfect, and from the first time we were in Sintonia together, and really it's a pleasure. The first performance was a triumph, really a big triumph.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叫几十年磨一剑，那也就是说，您这几十年的歌剧的这种经历，也为您今天成就梦游女打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吧？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说我的人生的这积累，我这个成长过程，我的所有的生活的积淀啊，这沉淀这些东西，我的经历，这一切东西让我已经都满满的成长起来了。成长起来到这的时候，我已经非常轻而易举的就可以驾驭这个人物。哦，知道了，睡觉梦游的时候应该出什么样的音色。我声音不大，但是这一次，无论从导演到指挥，他们最欣赏的就是我的那些弱音和那些啊，但那个不是真弱，那个弱是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哎，我就觉得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去不用去在那，哎呀，我应该怎么样唱，我才能把那个地方那个才能弄好，我怎么样才能让人感觉到我在梦游，或者什么样说怎么样，这些东西已经满满的这个我的各种积累，把我已经推到这儿，我身上全有，你做就是了。你对他这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每一字每一句啊，每一个音符我都给他装得满满的，就是说。无论从导演到指挥和我的 partner， 就是我的同事们，就给予的这些音乐，这些就把你满满的，就没有机会让你紧张着急上火什么的，还有自我，那里头没有我，只有这个人物，知道吧？所以就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最高境界了？我觉得我满满的就可以做到这些，所以我不会想起，哎呦，我都快60了，我要演一个10几岁的
我觉得我就是啊。 She's so grateful that she creates that with me, and she's a very good character, a very good human being. Please help me, I help her, because creating Amina is really, really, very difficult. It's one of the high bel canto parts with Puritani, with Lucia di Lammermoor. There are a few milestones like that. So I worked very well with her. 音乐上，我们走过了几十年，唱了那么多的东西，哎，什么时候出什么样的声音，什么内容出什么样的音色，琴来到手，我就觉得哎呀，所以我感谢生活，感谢我的这几十年。没有这几十年，这样得心应手是做不到的。我的人生观完全是不一样，这才是你最炉火纯青的时候。 这才是你，这才是最好的时候。对，我在40岁的时候也依然肯定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肯定没有我现在的这种境界，因为年龄没到，你的生活经历没到，你各种状况都没到那儿。因为我现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知道那种最风光，就所谓的最高境界，让你原来是这样。但是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感受？ 我很幸运，我很感恩。迪里拜尔这个名字在维吾尔族语中是美丽、给予的意思。在我们面前的迪里拜尔确实是美丽的，不炫目，但很真实的美丽。然而，就是现在这个美丽的女人，当年同样美丽的女孩，却因为身材的娇小，差一点儿和艺术道路失之交臂。迪里拜尔的身材，相对于大多数维吾尔族女孩来说，确实是太过小巧玲珑。迪里拜尔坦诚地告诉我们，她放弃过，但是不知道是阴差阳错还是命中注定，迪里拜尔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闯进了新疆自治区歌舞团，当了3年的学员，师从于郭玲碧老师。也就是这3年，给迪里拜尔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想着要走上专业的道路呢？那就是76年来这回就考到新疆歌舞团嘛，那时候我就认识了郭玲碧老师了。以前是凭着本能，小孩嘛，10几岁嘛，16、17岁的孩子就那样唱，到那儿以后就要开始受正规训练，完了以后就开始学视唱练耳，谱子要学会看谱子。以前都是口传艺授，自己就这样，听一遍会了，自己就唱，自己弹杜弹，自己就拉手风琴唱，就这样。完了后就开始正规训练，完了那个时候，郭玲碧老师，然后就给我们全方位的就给我训练，因为牵扯到少数民族。我又是一个大土嗓，你们今天叫原生态唱法也好，是民族唱法也好，就那样的。完了以后，当时郭玲碧老师在那儿待了几年，他就发现，我们当地就是少数民族人才济济，但是唱几年就不行了，唱几年就嗓子就顶不住了，就觉得我们这个唱法上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给他更多的科学的发声方法，所以就这样。他呢就想在我身上做个试验，当时他也给我做工作，他说这个试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搞好了没准就好，搞不好可能就唱不了歌了。小孩很听话，唱不好就唱不好，唱不了就唱不了，我愿意去做这个试验就做。所以呢，就在79年的时候，我在那唱了3年，学了3年以后，就开了一场音乐会，就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的独唱音乐会。这就是说，民族唱法就是
老师的意思就是从技术上，洋唱法洋到家，民族唱法民到家这样的，就说我能不失风格的去演唱维吾尔就是新疆的维吾尔族歌曲，民间东西也不丢啊。完了后呢，给予他健康的就是比较正确的发声方法，能让他的艺术生命能延长。所以我都唱到现在啦，你看，就常常是这样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国门打开，给了迪里拜尔更为广阔的演唱空间。1984年的米海林国际歌唱比赛，让迪里拜尔这只中国夜莺振翅飞出了国门。它被瑞典、芬兰大使赞为国宝，它被乐评人称为水晶之声，它唱遍了全世界有音乐的疆土。可是，走到哪儿，他都要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培养出来的歌唱家。我一站在那儿，他们都说他的老师在中国，这应该是迪里拜尔最大的骄傲。应该说，在您这个声乐这种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时期，就是沈湘老师应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的，是的，我是个很幸运的孩子。郭林弼老师最后把我交给了沈先生，当然在学校除了还有沈先生的爱人李敬伟老师，他们俩同时教我。李敬伟老师更多的管我的声音，沈先生呢就更多的把控音乐上的，完了后总把控，所以两个人叫集体会诊。那个时候他们压力也很大，其实他们接我也是很有压力的。进学校之前就开过独唱音乐会，但是我们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你得耐得住寂寞啊，耐得住孤独啊，你得真的就刻枯燥了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啃，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半点浮躁都不行。所以我们很幸运在那个年代。多年来，迪里拜尔以不容置疑的实力，唱响了全世界众多的艺术殿堂。当无数荣誉和光环笼罩着他的时候，他却做出了平静的选择。应该说，您还是归功于您自己是一名非常非常脚踏实地、认真想努力、想学好的这样的一个初心吧？对吧？对。84年您到芬兰去参加国际声乐比赛获奖了，其实当时您也可以留下来，但是您仍然是选择又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我在上学嘛，继续学业。对，所以我还是个比较执着。给你认定了一个方向，老师一般都是老师指引嘛，那我就很听话。我说听话，这不是那种人家不说什么没想法，不是这样的。但是我知道他说的对，那我真的因为他有想法，这个想法要贯彻到一段，这是需要时间的，那我就努力配合。成名多年，迪里拜尔仍然单纯地保持着他的直爽和率真。他说：“我就是迪里拜尔，我的简历的第一句，永远是‘我是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歌唱家’。”夜莺再三涅槃，不为歌唱。迪里拜尔回来了，为了他的归属感，更因为他曾经说：“我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歌唱家。”经历几十年的在外面的奋斗，我把自己现有的和我在国外学到的，我在那边的经历，我再带回国来。我们应该有义务去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祖国的未来，这个很重要。早在36年前，迪丽贝尔还上着音乐学院的时候，我们就相识了。那么他在欧洲闯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们也多次见过面。那么现在呢，今天又看到了他的这个演出的《梦游女》，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欣慰。他对自己的声音的控制和他特有的那种比较甜美，也比较就是让人容易接受的那样一种他的这个歌唱的特色，保持得很好。他整个处在一个绝佳的状态，我非常的高兴，也祝贺他的成绩。Well, I met Dilberg in Malmö in 1994, and that's when she came to do Gilda in Rigoletto, Verdi's opera Rigoletto. And this was actually the start of an opera era in Malmö. And Dilberg, together with the French tenor, they changed the whole audience in Malmö and far away from Malmö to the whole region. And all of a sudden we were an opera city with these two stars that they became in the city. That was my first very large memory of Dilberg, how she grasped the heart of the people in my city in a fantastic way. And of course she was a fantastic artist at that time, as well as she is now actually. I haven't heard Dilberg sing for many, many years live. And it was really touching to hear her tonight. I mean, she is, of course, in the end of her career as an opera singer, and today she's teaching a lot of young singers. But to see her on stage performing like she did, and singing, and still have that voice, and I'm sure that she moved everybody here tonight too, with the whole, you know, her personality and the way she can stage, you know, go into role and really take everybody in her hand. Silenzio, un sol passo, un sol grido lucide. 我和迪丽贝尔认识已经30多年了，当她还是个小姑娘，20多岁的时候到北京来学，到中央音乐学院来学习的时候，我就认识她。那么我们两个这么多年的友谊，一直，他在国外那么长时间哈，可是我们都没有断过。现在呢，他的年龄已经到了，快到60岁了。可是今天这个演出非常精彩，这么长的这么著名的一个歌剧，他这么唱下来，我是。看了以后，我看过他很多演出，可是今天我觉得是最精彩。我没有在国外上过一天学，我坚实的基础，这个全是国内的。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国外的人也都是说你在哪儿学的，你在哪儿弄的。很简单，我就俩老师，一个郭林北老师启蒙老师，完了以后就沈湘、李静伟老师，就这一辈子就是这样。我的坚强的后盾，我的坚实的基础都是在中国。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孩子。
在迪里拜尔的身上可以冠以很多修饰词，可以说他是民族的，他把民族唱到了家；可以说他是中国的，他走到哪里都要说我的老师在中国。当然，也可以说他是世界的，他精通意大利、法语、英语、芬兰语、瑞典语等5国外语。可以说他是美丽、骄傲的，你也可以说他是质朴的。多年之后，他坚持回到祖国，他说他有这个义务。但是，归根结底，我们应该说他是真实的、单纯的、纯粹的。随着梦游女在国家大剧院的成功演出，迪里拜尔也迎来了自己60岁的生日。他说他感谢生命和社会的给予，现在的他也要更多的给予和回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迪里拜尔。跟拜尔已经结下了35年的友情，所以我们既是老朋友，又是老粉丝。每次听拜尔的歌剧，他能带领我们走进剧情，让一些不懂音乐的人能够跟着他的声音走进情节，走进人物。所以我说听拜尔的歌剧真是一种享受。他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中国的夜莺。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他的学生，能够培养更多的我们的歌唱家，为我们中国争光。其实我觉得，就当梦游女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上演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少女阿米娜的时候，我相信恐怕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很难以想象，说舞台上这个这么有情感、这么有爱心、这么纯洁的一个阿米娜，她实际上马上就要迎来自己60岁的生日了哈。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拜尔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部歌剧《梦游女》对于过去您来说，似乎一直是与您擦肩而过的这样的一部剧目，它如今能够在国家大剧院这样的一个隆重上演，是不是也算送给您的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呢？非常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份厚礼。很久以前我就开始不太有太多的梦想，但是吧，每一天的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做得很好。就说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但这个理想是在非常扎扎实实的现实的基础上。现在回过头来，除了我自己的唱，现在我有更大的责任，我还要去帮助教育咱们的年轻人。已经做了老师，我在中国音乐学院做了10年的老师，现在我回到我自己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我再继续去培养下一代，努力。迪里拜尔老师，我们爱您。